各位请稍后，我这就去禀报太后娘娘。喂。 果然不愧是曹大姑的侄女，刚才瞧你说话那股爽利劲儿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入选的。哪里，我是看寇兰芝说我女工不好，一时有点着急了。寇兰芝那个人从来都是这样的，向来看不上别人，当然不会说你好了。就是，别理她。什么京城第一才女，比起曹大姑和你那位姨表姐，相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多谢。可是呢，人家会说话，手段又圆滑。 要不然怎么能讨得了太后娘娘的欢心呢？还特地给她和邓大将军定了亲。只不过，我听人说，太后娘娘的这位哥哥生性风流得很，都过了而立之年了，还不肯成亲。哼，我只怕她嫁过去啊，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。让开！你给我站住！让开！站住！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快让开！别跑了！站住！我都说了，不用怕。 对不起，没关系。走。南阳王殿下。哎呦，真是你这个小丫头啊，又到这儿来显本事了。那些恶犬是皇上放出来的，本来是想在花园里瞧瞧怎么追兔子，不料这些畜生们竟然野心未驯。皇上贪玩，让你们受惊了。还好班姑娘临危不乱，倒也没有伤着人。谢太后娘娘关怀，谢太后娘娘关怀。对了，明宫长，这一次的复试谁是第一名啊？御史大夫夏大人的千金夏文姬。是哪一位？站出来让我瞧瞧。参见太后娘娘。果然是家学渊源。你就是班叔了？臣女正是。果然是班家嫡传。我师父这一家可谓是英华尽出。你有才有勇，能喝倒猛犬，其才德可与当年为元帝陛下挡熊的冯昭仪一较。谢太后夸奖。可不是怎么的，这班固的女儿啊，那可真是个大才女啊。想当年她父亲没有去世的时候，我还见过她一面，没想到一转眼，她竟然成了一个出口成章、满腹锦绣的大姑娘了。班固的2个儿子，一个在相军任职，一个去了西征军中。你怎么一个人上京城来了？臣女原是要去扶风为二叔奔丧的，回来的路上路过京城，恰好收到大哥寄来让我来参选的书信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惜师父这几年都在外云游，不然的话，你倒是能和他见一面。啊，太后娘娘，曹大姑现在在洛阳，早晚会回来的。倒不如这样，先把这个小姑娘啊留在宫中，等她回来相见，那说不定会成为一段叔侄同父的佳话呢。您说呢？
哀家也正有此意呢。明公长，令夏文姬和班叔二人为内学堂女妇。你二人从此以后要效仿曹大姑，为诸位公主贵女传道解惑，授德育行。遵旨。遵旨。你二人回去准备一下，即日就可去内学堂听寇兰芝的安排。对了，班叔，你家住何处啊？臣父在京并无居所，所以臣女现在暂时住在京中的客栈中。这可不妥。这样好了，你堂兄班勇正好奉旨去西域平乱，你去他那儿住着倒也相宜。你还要迁居，就晚2日再上任吧。多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奉天承运，太后诏曰：班氏嫡女班叔有才有德，今日起授内学堂女妇，望日后效仿曹大姑，为诸位公主贵女传道解惑，授德育行。钦此。哎呦喂，高兴的傻了吧？多谢南阎王殿下帮忙，我实在是没想到这么容易就……多谢。行了，跟本王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啊！哎呀，往我嘴里塞芋头的小丫头，穿上汉服之后，哎，端庄贤淑，落落大方，真是判若两人呐！我说刚才在殿上，怎么见你那么眼熟呢？原来你是班家的女儿啊，所以你才那么胆大妄为，对吧？其实我进宫呢是为了……哎，道主，你进宫为了什么？本王不想知道。哎，你千方百计的想进宫，一会儿跟我说要大开眼界，一会儿又说想当个女夫，一定是另有所图。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本王觉得你是个没心眼的女孩，所以呢，才做个顺水人情，也算报答你对本王的救命之恩。哎，小丫头，你说你是草原上来的？不会是流寇派来的奸细吧？不会，我真的不是什么奸细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我真的是班家的女儿。我进宫呢，就是为了找样东西。行了啊，不是奸细就好。哎，你自己想办法进宫，想找什么东西，哎，趁着太后现在还高兴，赶紧找，找到之后啊，就脚底抹油，赶紧的溜，否则的话，让太后知道了，哎，会治你个欺君之罪。可是，刚才你也帮我说话来着，你就不怕太后会追究？我眼睛花了。哎，再说，刚才在宫中说的，你是班固的女儿，不是说现在的你。哎，再说，我这个藩王啊，是进京朝见的，过几天就要回去了。即便是太后娘娘想治罪，也是鞭长莫及呀。你还真是老奸。巨华是吧？不瞒你说，本王年轻的时候啊，那也是英俊潇洒，哎，能歌善舞，我还贤惠呢。你傻笑什么呀？刘嬷嬷说了，在宫里都得这么笑。哎呀，装的我累死了，装了1天了，憋坏了。不过你还真逗啊，哪有男人说自己贤惠的呀？哎呦，天不早了，我得回去给我爱妃做饭了啊！哎呦，爱妃等着我，我给你做骨头汤，还有八宝野呀！公主既然身子不适，那明日就不用来内学堂了，在家好好休养才是。还是兰芝姐对我最好了，知道我不喜欢读那些破书。公主是因为身子不适才留在家里休养的。再说了，您是中山王嫡女，
就算少读几本经师子集的，也照样尊贵无比啊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但是我哥哥他老逼着我读书，他可烦了。姑娘，太后娘娘选了班叔做女妇。什么？太后选了班叔做女妇？大人您看，这就是德阳殿了。这儿呢是皇上和太后娘娘议政的地方，那边呢是白虎门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带我去兰台吧。兰台？可那挺远的，而且除了书什么都没有。南阳王只是说让你带我在宫里转转，没说不让我去那儿啊。喂，大人这边请。哎，下雨了，快上去！哎呀，赶紧走吧，这点雨不算什么的。不行啊，班大人，你看这雨越下越大了，可不敢这么淋着。您就稍等一下，小的去取一下雨具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喂。哎呀，这么高的尺怎么走路啊？这样就不会沾上泥水啊，大人。难道你家里边不穿吗？我家那边下雨少。大人小心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小心。这怎么走路啊？这尺太高了。大人，好像不下雨了。好，赶紧去兰台。喂。兰台在哪儿啊？哦，大人看，那边就是兰台了。什么？在对面啊？大人，还那么远啊？啊，走，赶紧带我去。喂，大人，是你？怎么是你啊？又是你！你又把我摔在地上！哪里来的女子，竟敢对魏大人无礼？谁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把一个卑贱的外族女人放宫里来了？外族女人？什么眼神？谁说我是外族的了？班大人，各位大人，你们都误会了，这位是太后娘娘刚封的内学堂女妇班大人，班固班大人的女公子，曹大姑的侄女，不是什么歹人。刚刚她只是不小心从上面摔了下来，所以才惊动了各位大人。班大人，都是小的该死，您摔坏了哪儿没有啊？摔倒是没摔坏，倒是被一头驴踢了一脚。怎么班家的女公子？各位大人，魏某有事，先行一步。走。魏大人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外族人冒名入宫，到底有何目的？你个疯子！谁是外族人啊？那天我明明看你穿着胡服。我穿着胡服就是那儿的人啊！赵武灵王还穿过胡服呢！你放开！还想狡辩？我与曹大姑一家相熟，班固班大人去世时都已经60多岁，怎么可能还生了个女儿？我爹生我，关你什么事？从小南阳王就见过我，不然太后娘娘怎么会封我当女妇？滚开！我姑姑要是知道你这么对我，肯定恨死你了。是吗？要是她知道你在宫中如此言行无状，只怕还得谢谢我替她管教你。既然做了内学堂的女妇，就要学着前头的刘女妇，温良淑德，做好公主贵女们的表率。要是再像今天这样在众人面前出丑，我看班家还有什么脸再称什么诗书名门？哼！混蛋！你算哪根葱啊？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大人不可！这魏大人呐，可是我们宫学的少妇，这皇上见了他都得叫他一声师傅呢。您刚来这宫中，还是先不要惹他的好。她是宫学的少妇。班大人，我看您现在这个样子，只怕也去不了兰台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小人先找件衣裳给您换上，等哪天您正式上任了，咱们再去也不迟啊。好吧。这边请。曹远，马上去象郡班堂班大人家打听一下，问清楚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妹妹。喂。对了，那女子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叫班淑，淑女的淑。班淑。班府。
谁啊？我是你们班司马的妹妹凤芷意，以后就住在这儿了。啊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佩环，以后姑娘有什么事儿，只管吩咐奴婢就成。谢谢。这是正堂，西厢是少爷住的，管家已经命人去收拾东厢了，姑娘就住老爷的房间。老爷？你说的是我二叔？是啊，老爷没回扶风之前就是住在这里的呀。裴环，现在还是我二叔的丧期，我既然已经住在这儿了，就麻烦你再帮我找几件白色的衣服。不用，奴婢知道姑娘您知书达理，但是您后天就要进宫了呀，哪能在公主贵女面前披麻戴孝的呢？奴婢给你准备几件素净的衣服也就成了。这就是东厢，老爷以前就是住在这儿的。二叔后来又娶夫人了吗？怎么会呢？老爷跟夫人伉俪情深，虽然分别多年，但从未有过他娶之意。这镜子应该是管家给姑娘准备的。你是说二叔从来就没有忘了二婶婶？当然了，老爷一生清廉，可是无论到哪儿都带着一只玉枕。听说那便是夫人当年留下来的信物，就连临终时，奴婢听少爷说，老爷发病太急，到别人赶来的时候，已经说不出话了。可是他还一直抬着手，指着床上不肯放下去，一直到下人把那只玉枕送到他怀里，他才肯闭眼。盖棺的时候，少爷亲手把那只玉枕放在老爷身边，磕了3个头，让老爷和夫人在地府安享香火。姑娘，别哭了。爹，我今天终于当上女妇，住进班家了。您在天上一定要保佑我，早点在兰台找到那本《西域记》，尽早和大哥相认。麻烦您跟大伯说声对不起，我是实在没办法才冒充他的女儿。其实我想告诉别人，正大光明地告诉别人，我是您的女儿。可是依汉人的规矩，我要替你守孝，没法进宫当官，更没法堂堂正正的认祖归宗了。我知道，你呀，就是性格太好强了些。今日那女子在朝中闹出了不少笑话，他日肯定不会有多大出息的。她绝不会是第2个刘轩，更不会是第2个班昭。女儿并没有什么好胜之心，只是一直有些不甘。我寇氏也是大汉的才学名门，凭什么就被那些公侯之女看轻？凭什么大家一提起班家，就全都是敬佩不已？他们家连一个3000担的官员都没有出过。不错，班昭是做过太后之师，刘轩也是内学堂第1任女妇。可是现在执掌内学堂的是我呀，我才是京城第1才女。凭什么大家一听说班叔姓班，就全都变成了一副讨好的样子？她连字都写不好，为什么还能当女妇？你想多了。刘轩是班昭的义女，兼大弟子，又是朝廷册封的福远公主。在她周边的人多些美意之词，那也是在情理之中。再说，你大好青春，又何必跟一个已死之人斤斤计较呢？父亲教训的是。
你自幼在你祖父膝下长大，又是我寇家这几代最有出息的孩子，所以你要清楚，我和你祖父对你的期望绝不仅仅是班昭第2。太后也正是看中了你的贤明，才把你许配给邓大将军。只要你继续贤良淑德下去，依太后如今权倾天下的势头，你一旦有女，那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皇后啊！女儿明白。所以你要谨守妇道，千万不要有些许不满便与那姓班的女妇发生口角，落下口实，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心胸狭窄、善妒好争的女子。喂，知道就好，你早些歇息吧。女儿恭送父亲大人。好。大将军夫人，爹，你忘了吗？我跟他定亲都已经1年了，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说过什么时候上门娶亲呢。哇！班大人，这边啊。班大人今天这么一打扮，倒显得精神得很嘛。是吗？我要教公主了，自然要穿得正经一些。这儿呢，就是内学堂了。哦，班大人您先稍等一下，容小人先去跟寇女妇通传一声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书这么高，走路不会掉下来吗？哎，文姬，班叔，妈妈啊，他们太欺负人了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夏女妇，哎，夏女妇，请留步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别回来！就算今天我死在这儿，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怎么了，文姬？班妹妹，你照顾好你自己，我回去找我爹了。这女妇啊，我不当了，文姬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就是新来的班女妇吧？奴婢是内学堂的管事宫女景淑，寇女妇正等着你呢。寇女妇好。夏女妇在家养尊处优惯了，刚上了1天课，就觉得学生们太调皮了，身子有些顶不住了。我想班女妇不会也这样吧？啊，不会，寇女妇你放心，我身体健壮得很，你放心吧。我想也是如此。班女妇，当初太后娘娘亲自设立内学堂，为的就是把我大汉最尊贵的女子教育成才。你出身班氏名门，诗书传家，我想一定会端庄贤淑，为人师表，不会再闹出前天那种事来，辜负太后娘娘的期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自当勤勉不辍，教化育人。我就知道班女妇蕙质兰心，与他人不同。上次复试的时候，我一时失言，差点失去了跟班女妇同室为师的机会，心里后悔了好一阵呢。班女妇不会记在心上吧？怎么会呢？班叔那天出言莽撞，还请寇女妇别放在心上。快请起，你我都是一样的人，我哪当得起如此大礼呢？班女妇敢于直言，颇有当年班婕妤之风。我们内学堂一共有30余人，分为甲乙2班，其中乙班的学生更活泼些，刚好合了班女妇的性子啊。不如
你就先跟着姚女副掌管乙班吧。锦书，快带班女副去见姚女副。喂，班女副这边请。啊。哇。班叔，你好自为之。姚女副单名一个娟子，也是曹大姑的弟子。说起来，也可以算是班女副您的熟人了。真的吗？这边请。姚女副，寇女副让您和这位班女副一起执掌乙班。班女副已知乎？佳人渺渺兮，倩影不在乎。何处茫茫兮，可觅芳踪也。姚女副打小爱书如命，得了能近却远症。1尺之外的东西啊都看不清的，而且平时都爱用这种慈父的口吻说话。您不用担心。就像平时这样说话就成。杨女副，如果四五师在，对呀，他们都说一看我就是班家的女儿。乙班居于东乡，汝当随吾前去。好啊。乙班非寻常乎？乃内学堂重地也。今汝来此地兮，需小心再三哉。放心吧，师姐，我身体好得很，不会像夏文姬那样。如此甚好。哎，小心，慢点。谁把这花盆放在这儿的？嗨，肯定是哪个宫女偷懒，没事，待会儿我替你骂他就是了。走吧。慢点啊，师姐。如不笑我口吃乎？哎呀，你是我姑姑的徒弟，也就是我师姐啦。做师妹的怎么会嘲笑师姐呢？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么说话的。哎，怎么还没到啊？一进也。哦，走。慢点，慢点。到了。汝定当小心，切勿大意。乙班非寻常之地也。哎呦，难道是龙潭虎穴不成？走。是。师姐，这儿没什么奇怪的呀。阿秀，可是魏少府来仪？是啊，他马上就要来了。魏少府不进里面来了，他直接去后院了。魏少府来了，姐，走。你没受伤吧？没事没事。魏少府，难道是魏婴？他来这干嘛？你看，真好呀！看一下，好厉害她是谁啊？不会又是新来的女妇吧？别起！天哪，她的动作就像画上的仙人一样好看。每个动作都好看。别逃啊！
小声点，别惊扰了魏大人。我要是能尝那只条，被他亲手摸一摸，真是死了也甘心呢。你少做梦吧，魏少妇品性高洁，从不与活物轻易相处。你没看她，就算是浇水，也用袖子包着手吗？啊，真的，公主说的是。看看，公主，她是北乡公主吗？是啊，不过之前刘女夫说了，凡是内学堂的学生都不用称尊号，只要称名字就好了。你叫她刘苑吧。哦，谢谢。哇，真好看！就是啊，真帅。看到了，快走快走！哎，快！哎呀，发什么痴啊？不就一混蛋嘛，有什么好瞧的？哎呀，你说谁是混蛋？谁跟我说话，谁就是混蛋。他敢骂魏少妇？这样啊？看来我那天跟你说的话，你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如此拖鞋甩袜的行径，倒像是酒坊里陪人取乐的胡姬，哪像是内学堂里教书育人的女妇。那你呢？明明是公学的少妇，跑到我们内学堂做什么？这儿上上下下都是女子。魏大人，你文武双全，岂不闻古歌有云：花田不纳履，礼下不整冠？莫非你是效仿登徒子，起了色心？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，你一介女子却如此牙尖嘴利，实在令人不齿。哟，吊书袋呢？那你学没学过出折睡赵太后啊？知不知道苏秦纵横六国靠的就是一张嘴？我班家长辈班定远，一人带着36计，征服西域36城，除了靠武功，更靠的是3寸不烂之舌。小女子不才，不过是家学颇有渊源而已。哎，魏大人，你不是跟我姑姑很熟吗？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？好，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不过你记着，巧言令色，嫌疑人。哎，可我总比被一群母马围着的公马要强一些吧？他说我们是母马，说我们呀！无耻之言！来呀来呀，快掐死我！掐死我！掐死我！一群女公子都看着呢，你一定得掐死我呀，要不然待会儿就会有人去太后那儿告状了，说那个公学的魏少妇好凶好厉害啊！内学堂新上任的女妇还没到1个时辰，就被他给掐死了。你怎么说不出话来了？你欺负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啊？算了，我不和你一般见识。只不过内学堂是移风俗美教化的地方，还望你好自为之。我好得很，倒是有些人不是不想跟我斗，是不敢跟我斗的。魏师兄、师妹，你们别吵了，别吵了呀，别吵了。妖女妇不是这儿，是那边，在那边呢。哦，在那边。师姐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别着急，魏兄乃贤人乎？师父以子执事之也，而万不可与之争执兮，免伤旧情故意哉。姚师妹，不用担心，我没有和他吵架的闲心。这几天我要去太学，和梁博士商议事情，不一定能按时过来。这些萱草就拜托你了。没问题，魏师兄放心吧。魏大人，别理那个疯女人，我们对。刘烨，我告诉你，不得学花呼，即刻入内。我已授课在，速速入内在，速速。姚女妇叫咱们回去呢，快点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走吧走吧。好了，魏大人都已经走了，你们赶快回去吧，别耽误了第2堂晨课。哎，走吧，公主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。姚女妇，今天可是班女妇头一次来咱们内学堂，你可要好好带着她，别出什么岔子。喂，以后说话注意点。
哎呀，记得了，晨间2堂课，午后1堂课，每5日休沐1次。学生里面那个什么阿秀是最听话的，刘燕是个刺儿头，其他所有人一看见魏婴就神魂颠倒。所以呢，以后我还是不要再讲他坏话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说我记住了。哎，上课了。等，婢女今晚起猎户，儿需小心机在先。师姐放心也，他们就是群小姑娘，我能怕他们在？再说了，你今天不就讲诗经吗？我就坐在旁边瞧瞧，能出什么岔子呀？快走吧，我还等你下课，带我去兰台找书呢。走。小心！阿慧，你看他那个样子。公主啊，你喝口水，别笑岔了气儿。师姐，尔等放肆至极！杨女妇，没人想针对你，你是被拖累的。哦，原来香炉是你放的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砸伤人啊？大胆，竟敢诬赖本公主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把香炉放上去的？姐妹们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没有，没准啊，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某些人太嚣张，这才派了天兵下凡，把香炉放到门梁上去的吧？你们太过分了！这位是班女妇，是你们的先生。那又怎么样啊？你就是班叔吧？本公主告诉你，你以后要是再敢对咱们的宫花无礼，下次砸在你头上的就不只是一只香炉了。对，没什么好下场。宫花是谁啊？就是魏师兄。反正我话已经放了，他长没长耳朵就不关咱们的事了。哼，你们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师姐，阿西，你也过来玩吧。来呀来呀，好啊。炉。师姐，他们乱成这样，难道你都不管啊？素锦，哎呀，再来！今日授课期，应手毛师也，请君开卷至桃夭兮。虽无研读再三哉，桃之夭夭。瞧瞧他，离了忽也西哉，就不会说话了。再来，其实桃之夭夭，有逢其时，之子于归。一席，师姐，他们在整我们，还赌钱呢。都这样了，还讲什么毛诗啊？一般一向都是这样的，我讲我的，他们玩他们的，太后和寇女妇都知道，都不管的。文姬就是这样被吓走的。他要他们抄书，他们就把蛤蟆放在他脖子里。他们最崇拜魏师兄，你今天和他吵架，已经得罪他们了，忍忍吧，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阿秀阿玲，你们今天表现得很不错，跟我一起来读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这两姐妹还真够刻苦认真的，小门小户出身呢，就这么点出息。你说谁呢？我说你了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你爹还不只是个刺史，有本事你别巴结刘晏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住手！有本事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！你就是巴结刘晏，还不让人说？你就是小门小户的人！我说你错了！姚女妇在授课，你们坐下！你让我这个学习是为了学知识，你在
师姐，耳朵捂起来。哦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动一点，快快留线呢！出什么事了？现在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都给我回到你们的座位，直起身子，拿好书。姚女傅要开始授课了。各位女公子都是出身名门，当然都知道尊师重道是人之美德。以往呢，你们年纪小，上课偶尔走神也就罢了。但既然太后娘娘拜我为女傅，魏少妇又一再跟我说要美教化，宜风俗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痛改前非，以后无论任何时候见到姚女傅都要恭恭敬敬的。她要你往东，你就不要往西走，哼，要不然我这嗓子可得时不时动一下了。